平台其实个参看平台知音的朋友，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王兰，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后人大家侪蛮熟悉，伊可以讲是你平台教的才女，发琴舒适得很，而且呢还情绪动笔，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从今朝开始，连续4年就为大家播出最新制作的后韵情诗后人作品专场。哈，先听欣赏第一集。你搞不得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no，陈大师，难看的样子。为内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流氓腔。人生江山谁在？王府新瑞冲干水，赛金花玉山心的门。东山不眠呀，几番苦思忖，官说难相随，就让父母亲，他背弃家人，同意。
不能再干一个男人了。娘子，no，非那是难看的样子。为内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绿马枪。人世江山谁在？茫茫他无一步毫秒，随着让深入富山境那个欧里有步，哦哟，今朝是更大的能嘛！我让像一种侍卫将军簇拥下一个人，啥人？谁是越王勾践，乘川霸之，此非灭特后国，称心是矣。一国之君。现在讲起来，越杀越杀，但是啊，谁是偏偏报复了一个西施？不必厉害的谁是越国王爷及亚羽，你曾经被此男人出生射死，男人落了后国，我心上的你还一样被谁却说？今这两样，无声玲珑，满头之才。但是搿点你所吃的口袋的稀烂个，甚至是一概不是你沧桑的面容，小人的身体，而边浪向的西施，不是分得一身素服，虽然不是我的差大，但是身具实干的漂亮。越国第一美女，谁是评价这个一本美貌聪慧，使后国一步一步走向之灭亡，同时还拿自家推上之泄露。现在的西施心里向更加的平静，我今朝清清爽爽来，干干净净去，我也让大家看一看，所谓的防国压逼，骨子里向还是一个玩耍成功，所以面对他后毫无惧色。西施是你越国的工人啊，不理哪有我今朝是干辉煌？但是我刚刚封你做后国夫人，王元帅呀，努力深入后地，对不住来对高山茫茫，你说说平常辰光气量蛮大，今朝为啥是永福的一个西施呢？搿不是还是关键怕高部呢？搿倒并非，因为搿位夫人了啦，你的心目当中分量啥子不清。当初辣辣后国为奴，夫妻两家头过啥个日脚？搿个一定么只管不是，娘娘呢，真的是随心凌辱，还不了搿个镇国大事百般凌辱。你想一国王爷呀，一个女人失脱之身体，搿种日脚生不如死。但是娘娘分析为的啥？你不定终止，我要活，我要陪此男人一道活，哪怕再苦再难，我还要陪到你最后一个归队。搿份情，搿份义，已经超越至君临天下的范围。你的闲话我不得不听。我金马雅语，也爱慕西施。搿个两个人，我侪欢喜。男人这个做那个死强一样的，看你，既喊爱喊，顶来这个西施忙得来，你还要努力魔芋拌拌酱油再打他嘴巴呢。好啊，对哇，夫人，今日之事不能以而为之，西施之功天下谁谁？但是红衣后是为自狗犯国，喜车之气，不能送得夫之意。哎，你娘娘闲话分度音啊，昂得一撇嘴悠悠而进，手头上厉害一个人。娘娘有个话来得真好，西施姑娘，你看他是后人哦。听见声音回过头去一看，费力。嘿，介绍西施可见之费力，搿颗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搿个既讲自家爱，也讲我恨，只想忘记，也是忘记不脱的男人，
你今在大概打来做啥？范蠡来做啥？你自家分享的。是娘娘归这里来，手尽耳边，对楼浪向所有人来让看，最后目光停留在西施身上。范蠡一眼呀，好像一看见当年的郎乌纱西边，各位清澈的像诗一样的女子。但是非一不同的是，现在西施的目光已经不当年这样的灵动，今朝浑身上下居然不一丝生气。上将军，不料娘娘一喊，范蠡方是回过神来，要求立即登楼上来见礼。范蠡见代王娘娘千岁。将军上礼。是。今日命你到此，只为西施归斗。当年是你亲自努力送达后国，那么今朝呢，麻烦你再来一趟。等起太子后当中，你个努力张襟皮囊，神设后地，这个名堂随前一靠不为而至，费了将军了。那个句话，再给一个霹雳当了范蠡的头上，上当！都要西施姑娘死。如果遇到今朝这样的一日，西施已经做出了再大的牺牲，都要我范蠡努力送上邪路，都使你心很碎了。哎呀，娘娘千岁，向西施洪水之冤，向一家臣民没有家之财，还要私出于民。西施后国风尘，于公于国，受此下让，恐被天下人耻笑。我虽是怕不天下人耻笑，现已不分青红皂白，但现在辰光，我要累死俺一只后羊根。旁边狗日也听不起，不然，像西施当年没我后王，亦是为了江山社稷。我今派在西施上，西施是间谍，这个是你的工作呀。我现在批准你退役，享受公务员待遇，搿有啥不好呢？不得任何人造成威胁的嘛。我看你对你现在谁造成威胁？你现在已经结婚了，还这些的，男人再不啥感情用事，特别是皇帝一旦感情用事，指桑为林，何况谁是这样一个解决你忘记的着？刚刚打下来的天下，我要看你苦心经营。为你上将军，新月之时，亦要你一力同心，保家卫国。哎呀，娘娘千岁，臣与娘娘千岁，我臣女摒弃一切风尚，归隐江路。求娘娘千岁，各位开恩，谁说你了谁是？你还来老混啊你啊！啊，看见这漂亮女人，你他哪子也不可能呢？阿说引用内宫美人归个句话，你亦不例外吗？看上去权力不用，干嘛追究大王？哎呀，大王，据大王去，少失了谁是吧？边浪下个西施看得清清爽爽，听得明明白白。范蠡为之举自家，口口哀求，仍要放弃一切的风尚。但是范蠡呀，其实你当初送我进宫的辰光，就应该联想的为今朝这个一日。你看，现在大王封我为后国夫人，也好听，其实是为了好色的本性寻找一个家眷而已。你叫我拿下来消除这个一份风骚，我西施已经抑压着这个一份生活着。你拼心说明，保留我的同时，你还让延续我这个痛苦。所以抬起这个一双漂亮的眼睛，对范蠡望望，夜夜对，隐隐说，不必走。今朝狗日也不不得有人讨人。不过范蠡这个闲话了，听到耳朵里，心里想只顾到一点酸溜溜。
范蠡搭西施感情，大家侪晓得。今朝哪怕我庶民之西施，也不能够胜在你多两高里。你听，这个闲话蛮清爽，心有啥？摒弃一切风霜，太阴江河，分明不愿意为我要了，预备搭西施那双宿双飞，我们两边去头里。上将军，难道为了这后日私情，心欲背弃国日，奉君王府黎民？难道越过江山，谁敌不够一个美人之情？那么不必娘娘一声冷笑。喂，你在地说？我晓得上我晓，铁真正的事实摆了眼睛面前，为此一个西施，你原本得力的国家已经不得了着。你要拿西施留下来，将来你的君臣之间不会得和睦，因此不必西施，江山不稳。咦？我要是块自家球队上说自家主吧，想法那么规定呢，只好闷特。为国生来打个招呼，后不否认，请上日吧。现在是深秋的天气，后面浪下个风来得个啦。湿的身浪下么，出过个后啦。西施身带之头，一言不发，我步踏上手头，不息而走，望出去一片大河，茫茫的河水，这个不就是我在海，在清爽的归宿们。飞尘离红，水马君王。
人三披霜，害得那后官黎民空后王，对不起后国的忠臣义良，更对不起后国的黎民百姓。我害得你做妻离子散，国破家亡，我虽是真的是该死，但是我反叛分享上，我最终为得死了越国人的手里呀。做真就是这样的残酷，那王后真是这样的负心。但是我今朝死，我死得夫妻夫过，为啥我也记啥子犯理？从里的出一头女，我是可以看得出，辣辣你心目当中，我死时的分量，甚于分别。从为是身心发，私心早已说非了，又来生。师兄，该当么是一片掌声啊！当时辰光，所有人侪爱脱个。虽是面对死亡石抗病人，范蠡很讲身经百战，战场上向硝烟弥漫，血肉枉费，残酷结果，对死亡毫无畏惧。君者你也看不下去，想我既不能力，却乃虽是。我更不勇气，可奈虽是去死。就在这个辰光，只觉得过去的一幕一幕情景，才让我眼睛们才呈现出来。所以起步率亲是楼谁的女亲你妹是曲步绅士的，亦是关爱公理神，
神，府内纠纷真，细说细事理想经偷人必不须还身，分不知离日门，欲情绪狗无病，我与亲亲相离相不谁你临，咫尺天涯内与月，把肚上虚情美得生于身，对其君美已分不身，临别之日否遗忘，泪腔内因腹中疼，一阵阵放度合理神，君王神8年飞过来新闻，后去梅香中今日不大门，我悔不当初放你言，是我随你身中都送亲，当初分离后如今死别人，我心我人心我人，为天父立归恨深，这女儿愈来不清淡，但是现在的万里比伤心得了彻底，不忍再哭，第一步要想罪。上将军，万里一等，为报上将军送岁时一生。娘娘一听来得真快，对围过来对男人妈妈对我，夫人，他听见岁时也费力送，你有点难送，你会得来给他做啥家？就是要享福了呀！我可再等我去比死他们记得吧？我可再一想，这个女人既然我得不得，我为了决定啥去啊？那个新郎范丽身上，可不娘来气息，来拜驾为公，恭送对王，妾身替对王送他一人。晓得，南京这种北洋历史他们来定性。上台一声，大字人马围攻而去。娘娘知道一个公务与公务财务，打上是一数，对围过来，对范蠡沾沾水将军请吧。
费力这个辰光是懊悔之极，虽是害了我的水里，今朝我为侬的送上邪路，真是为悲痛万分。大唐朝廷高知拿到水里，好比千斤之重，搿只小如望真湖中心而去。哎，先生，突然之间，不比芦苇塘里抽出来一只小树，呼噜呼噜马针给到了看过来呀！好，费厉害呀！谁打到几边了？啪啪上报去吃呀！我被情况，娘娘怎样？将军别好，搿只小树我安排了给大家。现在我诚心唱出去，谁是要等待大王追？我明个是要侬虚实神夺，实际上我要神救你们。什么子？今朝是唱出戏啊！哎呀，这样看起来，我错花子娘娘走啊！但世事茫茫，想不到我以为能三次逢生啊！其实不相信自个两只耳朵子呀！我刚刚为了有你恨你，想不到你娘娘为我想得这样个举动，你也举我啊！哎呀，娘娘，你虽然举子我，但是别人才晓得你拿我置于死地，你这个恶名字也得一生一世的了。啊，娘娘，你让你谁不怕被人痛骂？我俩啥也是啥，你为你国家，你所做出的牺牲哈就比我多啊！可儿事到而今，你当随女子，也被使不得的。我虽是两个水战，也不催了，一杯来。深深里，久久心难，真真切切话分人明。冬日女泪把君王过，我身家谁欺凌？历史宫门是黑身，这空非女子最亲。死脱个年代，等待你追那么我还放多白呀！啊对，这也能够我等到与人相随把对得了，怪子水个恶名，我哪不得一生一世，我改心心有的拜见娘娘催促。娘娘提议一些，如果我财务到那另外这些入，回过身来。将军，娘娘，送亲晚会也受得谁？孙娘娘吩咐去吧。地上像个公牛，还把水坏坏。上将军，西施姑娘，快走吧走吧，多保重啊！哎，那个皮囊别丢掉了，你看看清楚啊！快走吧。
万万想不到，这样的辰光发生这样的个变化。高知奴道水里刚刚千军之中，现在等觉轻松8倍，搿只船。地浪像个公狗子，开心的来拍水拍桨。娘娘千岁呀，您真是足智多谋，深明大义，天上没有，人间无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好人呐！我对您的敬仰之情，好比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哦哟，那吃得三家，那这样我有我让泡毛皮。也规定请睁睁眼睛，哎，刚刚关在那个事情，你安做好哦。您放心好了，我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个大皮囊里本来呀是放的大石头，后来呀我就悄悄的把它们换成了金银珠宝、珍珠玛瑙，这分量是差不多，价值是大不相同啊。他们这辈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是衣食无忧啦。是谁哈？搿搭的确呀，哎呀，搿点金银珠宝，原来纯粹是范蠡下来的事业。范蠡大自己手来得落大，那谁得收税？做生意开公司还要发是发得来。据说离开家具城的第一任董事长谁是范蠡？哎呀，发是发得来，刚当来得个东家。哎，那么西施啊，跟来自下坡子，侪是红衣薄命，让你这该位势里讲个西施，但虽然一个汉结构。搿来你也够讲红人的，红人的心地善良，必须要产生而然。哎，我关键是不说的这样偏偏去做个西施。哎，那么有情人终身救赎。你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 ，no， 非那是难看的样子。为内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绿毛枪。人生江山谁在？搿是发生了上个世纪末，66岁的老杨啊，退休了屋里向，家些啊老早就摆脱，一双子女已经身家立业，所以那老人区啊，搿是房子里一家头事。哎，有只游子独门独户，空下来么种种花草盆景，养养鱼。每日听么那关于诗那么一回诗，再有两个朋友们出去么也唱唱京戏，两手一拢。倒是一人平人的屋里向啊，今朝显得更加的难嘛。为啥呢？但是个老杨也开一个家庭会议，参加人并不多，一个大能杨三军，今年33岁。人家讲30岁刘丹在，李丹是骑马上干山。本来了厂子里做新人员，因为主讲没来塞，另那个马匹拍得没单位啊，所以今年提拔里做领班。所以李玉子的三舅里，人家家过得没实惠，逢单厂子都改革，别人好喊他一动单。皮然单产子买进去讲是2倍，总归处理品的高低冒出来。三斤差的没等样，身材还算不太白，手摇身白白像忙上车，目标是产子的副总裁。跟买啥子不做董事长不来？董事长是同来一个单位的女老板，是不是三斤口高跟门本本不吃香？啥个口高本事嘛？那会你哎！书法高楼里向15个是南阳的3年之间讲讲，今年28岁，结子2趟婚，离子2到半，你说得出来4个了呢？那这2趟婚嘛，离2到半，哎呀，实在嘛，2次正式结婚也离婚，为半次呢？为有半次嘛，同居之1年不得一半特，所以还称离子2到半。搿么是个半好的婚姻，哪这样才起的呢？归根结底的是斗。强强的斗一支名气着，啥个麻将、说好把酒、半分卡2把黄东的，两样侪欢喜。那么来想，这样一个大头光嘛，哪个女人肯跟你呀？
强强开一杯摩托车水里的，生意的不错嘞。不过这两个铜锭么，谁了都浪去脱。所谓浪向干一群不三不四个朋友，所以开车来出一头女一股流氓腔。我好讲个手水无法到边正一点模子，目前市场上都蛮多的。坐那个沙发里向，大腿过了二腿上，二腿打了地腿上，嘎子跟3包个香烟，眯起只眼睛对摇了嘛。好吧？姐姐。哼，真的是别来好钱的。侬我还搞来得点啥事体来干了？干了。这个姐姐。谢姐，今朝这个包。对些。好吧，我接打电话啊，手机摸出来。喂，啥事体啊？嘿，谢谢你上搓麻将。哎呀，咁你这里干了呢？那还能光呢？咁么子3缺1的，不给，我马上带啊！阿爸，你早几辰光3点？搿面的3缺1带加3英级的，你快点干了呢？搿个写出来个呢，经理想这些这个多。搿个谢金啊，那这个今朝我见多来。妹妹姐，爸爸你等等啊，我有桩事体忘记脱噻。喂，儿子啊，屋里搿只饭饭吃了家，回分了。本子里是刚要给，你冰箱里拿出来，你别忘记啊。爸爸，你干了？要不你咋狗样的先生？这个这个今朝呢，我想见多来你，不样事体上不。主要是我想等到刚刚是有张阿姨的事体。张阿姨啊？张阿姨嘛，你用个半模。是的。东山乡下人。属于东山的张阿姨嘛。那么我们呢，大在晓得个退休了屋里向孤孤单单一高头，我娘妈死得早，老年你们顶破碎是孤独，的。那么呢，自从张阿姨一来了，这里倒是有说有讲有商量，那么所以我想你都嘛工作忙，特别是讲麻将也蛮忙，那么我想这里说声领张结婚证书，组织一个家庭，那么想听听你这个意见。不晓得哪个反闲话一出口，谢金第一个反应谁是对男人了嘛？因说阿玲啊，不灵了，不必为一个朋友嘞，就是个女婿，谢金的男人，但谢金同年的，今年还是33岁，不过望上去没两眼像40出头子，为点啥呢？因为你太聪明，有句老话，聪明绝顶老一打个头发已经不少啥子，那么你其实光浪头也不太对的，不啊，你啥子一地方只有中央，侬中面的头发该得圆面嘞。不过把那气头风中归蛮狼狈，人面一人吹过来，3个空浪头上掀脱只盖，所以个头一谁子个风向走，弄得像气象局个天文台。那么这里介绍名字呢，姓沙漠林，对面一个什么个么叫林么。这个名字啊，假使那里不生一个儿子，家家随地笑出来么也吃洋香。做啥么？家家小去养个名字不来归个呀。沙漠林差得摇摇开，随便摸摸。什么个么？周瑜分离，随便喝酒。搞起来叫摸摸喝酒。你多别写。啥个名字像日本人？你生个了日本人手里吃饭的，帮老板开汽车的。因为男子活络，自家来塞，因为讲2句日文，老板来得个去容易。但是林么这个人啊，相当的阴险，肚皮里想做文章。才听下来呀，告诉不对自家没这大文科技，告诉讲眼里不想，你没不想的。沙发里就强强一个菜板呀，听清么说第二个天起来，好不好？江江。我刚子半年头你结婚啊？真的，我还分结婚了，你得先结婚，这个你混哎。你那自家讲闲话呢？听听你那闲话自家讲的家。非那干不那干了，是了，你亲生过是了。要结婚，没洗头的辰光谁还结婚的？我搿辰光嘛不结，冰了到现在66、35、88你现在辰光结婚啊，把上子布置我整个3个清一色梅子花，去对只宝贝，这个小屋子这写出来哪讲得出来啊？3句里头开个都是。爸爸，
家家海府中听，你反报了声了啊！那还是侬来讲点道理来。爸爸啊，平常日家姨妈工作忙，的确对你出山再多，搿点艺术啊，还引起的张而已啊！那不是你，今年呢，我心脏病发作，打电话拨了讲讲，关机，你不来服务区，发了服务区啊，让他搓麻将。那么打电话拨侬多三夫妻，说我们带着海南带去鲤鱼站，银块张而已，得里个儿子阿龙拿我送到医院，否则个里还没500个噻。哎呀，搿两句我三个了好我耳光哇！来的这个非来咋在，这个的面孔了热了啦。爸爸，这个嘛还是叫悲伤莫急，怎么来讲？我无接上你个电话，就是觉得嘞，搿俺怕俺自己送医院过意死怪。哦，不必林没得告诉我了嘛。你辣海南带送医院过意思，因为是海鲜吃话豆皮菜，那弄得来的只是让你带回答的。爸爸，哎，既然呢征求你个意见，那么这样，你做三班还不妨来谈谈你个看法。没好，我讲，爸爸，早日对你喊家领性格，不过结婚嘛。那哈，我看谁不这个毕业在。为啥呢？爸爸，你规矩多年，百姓难一句为这不凡。哎，那么爸爸，你不怕你为人们你落福禄的呀？你说儿女一战大，呀被人讥讽，被人杀，真不令人一面对呀，名气不好。是呀，那么再说这个长儿得来也不配的了。啊，他是否只是你谁要喊他小妓女，你自己为干焚花素养插菊呀，哦呀，真觉你风华间当此不敢。对呀。那么再说，你屋里向为一个儿子分结婚了哇，想拿起个家境爹地是不为害个娘，你口中的为的啥了？
乃是玉在胸。玉来把为两王一听的欧陆山，李爷所以他也在讲，其中必定有根娘为子差别。对呀，李某让打来。俺不来为俺说一句，我看为是俺对面闲话也错开。老爷听我这个一番闲话，啥个感觉呢？三过一栋烂事从头教到脚，两只手为得发抖，这个人为得眼瞪瞪、眼瞪瞪、眼瞪瞪，要想讲闲话，带子喉咙口啊，为得啥了？这声音啊发不出来。那么你发不出，我也发。我是书法发出来，们都不晓得你也想我了想点啥么子吧的了。那么这还唱的吧的？切！听马一来，我推心。还一呀也是看难看。是历历中为想，当你儿女可我一岁为怕，一岁菜。我个人啊，运得不好，年纪轻的辰光啊，随打算反革命，关了个女房里去，刚些一急一气，因你在世。这些辰光，这两个小奴为小了。我为此这个两个小奴辣女房里向在哭，我咬。么幸亏的呢，清酒朋友东家一顿，西家一口。等到我女房里出来，两个小奴夫人等我的，那边我只好加倍付出。从此心潮散，时刻挂胸怀。我把爹娘知道一身悲，哪来片刻相亲？哎，
春雨到，花落花雨开，儿女们已长大，我不觉两鬓白。青春一话难再会，只落得是离是叹，因孤单。本来我是想上一年的歌舞情节了恰此身手的，哎。自从张姨带子你屋里向来啊，这个么是稀奇的。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人会得有紧张，还是有时候对个生活啦有之帮忙噻。想不得老来了，哎，会尝得那种爱情的味道。晚婚一才来，这时来的爱人不岁岁，口称是男兄喂，他常归妻，东归位，只能奴不以为是心，娃儿当你的，我为你能得两相随。那句儿女一番妇人话，于是迷离郎君把皮的呀对，是人么子老来后必再婚配，要出人去来太急。对，谁知心人我难与了，所谓句一女必颓废，真是相对否疑。发了哎，姥姥喊我妈，多让姥姥吃香的。强强是靠我，对外过来，对儿子要了老忙。想想你家只要真正结婚，没几句闲话来的，怎么那不里说门头？一人说，哎，来讲意大利个，不然你为还这么那个阿姐个啦？爸爸，早起对那喊你离不开你，搿么啥呀？你呀，叫你做去，懂不得懂的呀，阿是啦。不过嘛，关系也处理好，举报呢也分清爽的。对，这个我赞成啊，对个。那现在叫商品社会，理出来，难出现，公平交易到各方面，讲得再轻松点。只要不结婚，你都也还没人见，反正没死脱的，你嘛只大风可见。是要出了，这个是要出了。哎呀，爸爸那别动气，强强不是这个意思，阿是啦。不过结婚嘛，实在不妥当。那把你妈的动气阿是啦，我们这个搿张头面直播有辰光吃到不来得了啊。那我的意思就是阿娇的意思，别结婚这呀，现在结婚再不名堂子。啊啦，是呀，这个婚姻三个人始终是要个卫生，对，卫生，未来之余得苦了啊，一塌糊涂。你要晓得卫生噶，
啊，来叫你先看我这身个为人搿样有名气，我还不懂啊！哼，你要懂少介绍为人，那搿么哪得刚刚看呢？为人哎，谁是搓麻将啊？搿个么是未来是真个空的阿爸，数字相反本，银子为相银，所以小个不是为人上一小个为呀。这是一种诗。那阿爸来听你个名字，习总书，因为你一搓麻将，东西总归失手，叫习总书。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哎呀，阿爸，你结婚了，你看我们呢？啊，后面结婚离婚忙得才也死。哎，是啦，儿子才你最好个榜样。哟，所以呢，今朝来看看，一听你发表意见，那么我当然不来个，我会跟大堂通带底的，我有啥干啥，那听不进去嘛，阿爸，你只当我放屁，阿爸，你听我干。中女子，黑无法中听，但是一日身将我体为身。而今所谓都开发，是混动居的美丽人，位于马路阴压心。带得了侬夫妻走，带不了马上分。后必结婚与离婚的名正脚里两对分。爱什么爱，人什么心，一定世上的冷动情。阿爸呢，气飞也凛凛清。大意对你都归情，你有啥个目的？你生啥个心？你把关在心，只是与你身体不适哈，你记忆不清。马相，哼，马相为口译。你是为口语的。毕竟一路是个灵，必须升官了王才真，必须与我同生。结婚证一对奴的心，你就是合法的继承人，好怕你为他下我身也引居上门中后跟，你将来替你一才归心情高的子女，只顾一分不允。大家来相候怒吼，上一个出门，你都懂谁的情就一头把树头铁打要去进门，飞个飞，行个行，抢个抢，领个领，不会也杀得一天个劲，没有问题。不是谁不他阿芳啊，中年才够搓麻将啊，
你我家也看得清，既是不放纵，对那野狼心，千万别莫吃怕高，得没痴情，做自个下公为不灵。你个阿爸，我也不能好杀他这个心脏病也发展。啥个目的有什么子喂？南山坡的高档外女也想分高档，偏头到此结束。你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no，林大师，难看的样子，为难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流氓腔。人心江山谁在？上不生
身在可拉的手是当意若否生意要生心在那天来生中灭亡你真人是分头功名根不齐哪管他人想我的世态一量沧海上的心在之间否脾气否脾气越扎心的人情我分不平分苍天后世生病可身躯意七狗命啊披律师及二人姻缘啊情理身非你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no，谁那是难看的样子。为内上天平，今年33岁，一个绿毛枪。人心江山谁在？今朝个四拍两山浪向热闹非凡，是一厅浪向灯烛辉煌，各路英雄开怀畅饮。啥个汉事体叫这样开心？啊是一档子生长着。乃至讲牌子一半。哦。今朝个太平江浪向朱家庄、李家庄、侯家庄三个庄队统统打下来不收手，叫啥为要米里马拉大走天？这个新官人是啥人？四拍两山，赫赫有名的家伙，我也好。现在天大利益家伙王爷真正未出力。呀，我不然为这一派里笼子上得干根个皮啊！我没办法，这还是为阿爷对对，为啥道理？因为本身要符合新官人是身在阿乡，那么新娘娘呢？哎呀，这高挑挺拔，这新官人其貌不扬，新娘娘貌煞天仙，新郎出身低微，从前是个车夫，当当杀差，今朝讲起来是个农民工级别。那么新娘娘呢？不得了！新娘娘屋里向两地为亲，江山为国，养尊处优，目前配的
富二代。那么这个两个人是不配的了，是不配的呀！根本夺命亲事，把那个松冈昂君虐人，所以新娘娘一让亲后三娘，这个心里下去也把个夫人虐啊！你们夫人牛，王英是靠我啊！你阿哥答应我的，不我一个美娇娘做我阿财夫人，现在讲有高手神功，你听听这个名字，一让亲，说明啥？身在高铁。我讲这个亲字与讲究。哎，你到底是你收亲人说事，谁是个的还不像？形容一个人的貌相有几种讲法的嘞？像亲中亲，熟中熟，亲中熟，熟中亲。啥个讲究呢？亲中亲就是粗口漂亮，细口更高标致；熟中熟，粗口难看，细口刚劲难看。亲中熟，粗口看得危害嘞，其实细口看越看越难看。那么还有一种呢，叫熟中亲，就是粗口看么子不够这个，不过呢细细淡淡盯来的张面孔看，越看越漂亮。不讲不人，你这样理这个，你到仔细盯来的张面孔看，那个张面孔属于越看越好看，越颜色感。我受受了。你都看后人的面孔，你属于啥？亲中亲，个啥讲是粗口漂亮，细口更加漂亮，你都啥的？哎，那听个掌声的，是后官那些。你骂别人啊！我用我让泡沫皮内为人给。360行磨皮第一行，啪啪哈磨皮，再下点好个作品出来嘛，大胆啊！哦哟哟，这是不够当讲。说个大当呢，了你要这个太谦虚之问，你出来比我在，那比我行当里向，你属于他对级别。我怪跟对人，那是让我73年没拉的，让你们一出好阿头一头，三个阿家和王英，让那后三娘们里总归阿一头，我要耍个道理嘛。结婚之前2个人了，走上路想交过水的，3个为个分得呀，阿家和王英不那个后三娘扎得打一波做那个呀。所以水下八将，那么你去想，这样一个男人，也貌相没貌相，也本事没本事，我讲身材傲塞，真的简直就是一夫四妻。法与一定两三郎相手语的英勇好汉，谁不应我王英？啥个讲？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特别是后三娘现在的情况啊，一家人家把那个2、3吃得了，差价地皮光，孤身一人，你使特这个温柔，我为要不离温柔。但今朝为主要做我家之母者，所以我要更加的珍惜你。非是看过书好的人，可能才有点不理解，但这个一位是这个长者了，这个住在一大二高，不同的呀。后三娘一家人家彩排是为了让2、3个岁的啊，血气满门，还是血海深水难发办个。唯一为民自重搞不了，阿家和王英，你那一点点反抗也不干，真不通。我一开始还不理解的，但是后来呢，我把反复3个资料，再来了一个女性的角度上仔细的思考，三娘还有那个口中。当时的三娘20岁不得，花上一朵，家庭条件也是好，养尊处优，分经过啥大风大浪，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天地，但是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立时间生不于死之，导致一个强大的天地。一家人讲完了，也死了，对亲的阿哥不足取向，身不并不一个亲人，导致2、3郎就是俘虏。而且一个女俘虏，眼睛们你只有2条路：一，呱呱叫听闲话，为奴为婢，不等于死而为抗；两，强头帮你都不听闲话，就是死。那么三娘安想过死呢？哪会分享过？但是你死不得呀！本来松冈出来各位谁宋代是宋太公水里下，你思想是有人看他们的那死法，所以后三娘虽然讲人没分死。那个靠心已经死了，
今朝做么做个新娘娘，三个毛头人，生生八步。身浪向个车子下头是高大山帮里画的，对浪向搿点插道是马牙车帮里打的。三娘看看，一个高大山，一个孙儿娘，搿两个还算女人家。里头走强的么单位别去说哩，我哪还得里头一样东驴和欧呢？尽管我不情愿，但是精子搿只洞房我已经是个女强的了，而且还搞这样一个男人，一生一世都脱了。搿么呢哈？是，当初辰光不能是，今朝我有机会是，但是我随说死，我还会得让到太平。三娘趁新房里向没人的当口飞向到回，哎，吃了。真西边里向飞大把鸡蛋，拿把鸡蛋拆一拆开，只有半把，做啥？半把鸡蛋，这个夸口根据杀上来。宋地人谁知过啥？手海了上衣了，半把鸡蛋压了水里，兜兜正正，心里想着保定宗旨。今朝哪怕我虽是血祭洞房，还要保得自家一身清白。娘子，娘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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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王英开心啊，吃得满脸通红，拍手拍掌，人大惊小望。呼呼！新娘娘坐好了床椅浪向一块红的方巾对了对浪向，你看各种身材，各种新娘娘要杀与杀，不像狱中有个要杀不杀。哦，心啊，娘子，娘子，我来了，我来了。老郎最高了也贴了一块方巾，人打上来要想跳，你觉着不适宜，刷鸡。我个人打到大白浪向，打了一个身高正好差不多。这个是啥面对呢？本人搞贴方巾，居高临下，欢写啥？我贴方巾也是干贴，我一三一四我来娘日里，这个是啥名堂呢？新婚之夜，我对面对出来啊！不自然不里想出来，边浪向有只灯子，当，我把灯子捅过来，两只脚砰，灯子浪向一立，这样个身高差不多，嘿，大老风景的过，耶，晃上，像手地上一道已经上来了的哟。搿后三娘因为是方巾抓脱，视线是立分看见，葛么理解心样当然。手上浪向接过水，你个身干我有什么？哪怕我受了呢，你力量我问题错法不多。葛么我搿只骨头过去，嚓，而且是挨打，喉咙开来，脑内抽脱，我在自饮了都清清爽爽、干干脆脆。不得三娘摆好到了凳子上呀，搿个里向豆腐带对称来着呀。搿三娘也不晓得，所以搿动作搿么就快，搿个波波简单，而且不偏不小，往这里口也大了，嚓啊，嘣，啥么子口打头脱，不防备个人，啥个后光一束，飞鹰脚跨，啪掉进头皮一束，娘的快，上气快，口打浪向了，俺这个点这口吐到脚背浪向，娘子还没上床，你就要脱我裤子啊！哎呦，三娘三个地动走走哟，这泪毛拍扁那个面孔，吼啊！搿把鸡蛋拉起来，为想再刺。来不及了，王爷毕竟有本事，拉起两腿，啪啪！哎呦！赞！咕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哇！那是俺南蛮个着，那家是本多听听，搿二家伙王爷了，本来也想飞起一腿，不得你不来噻，做啥么的头面口子胖歪歪的就来了呀！你花不开呀，根本不办法么再结发布，就飞起两腿，忙着你水下浪砰踢了，三娘吃大痛，鸡蛋飞他，哎呦！赞！咕噜噜噜噜噜，一只灯子滚出来哟！
好，王爷努力追你的，这头明新娘娘结婚了，新婚之夜谁也没啥幸福啊！哎呦，那头明这上熬这个糟口金不一样，赶快去了，这么难，说家很可怜，因为这个口大头太。血盘斗红的周岁敞开来嘛，就是露出理想，18个城里城口，闻声写马。呀，三娘一眼呀！今朝新婚之夜，乃是新姑娘，为的啥外头羞红，里向写马呢？娘子，娘子，娘子！我知道你现在恨梁山，面临满难，我知道你苦你家人尸骨未寒。虽然今天是你我的大喜之日，但是你看我的这身孝服还是穿了，因为你是我的娘子，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只能以此来略表寸心呐。三娘自从上次2岁从来分落过一朵眼里，因为你已经磨脱了，但是现在不对。口前的闻声写罢，再听见的这样一番闲话，三娘这样而发了2行清泪，催人而下。娘子，你别哭，别哭啊！我哪别哭呢？我一家人家差家的地方，为了别来我送新娘娘，我几乎个语啊！我知道，本应不离家，我为谁离家？因为你松好在身。封基所谓好奇非谋，不办法申请。这个人关于规矩的，那是告诉沈老乡这个好，你想结婚都要为的，有一点，那么如果是男人事，你想讲人，分灯头老乡的亲人这个装个来意高质，你还讲人，不过你不要讲人，所以古代有出戏叫大屁股，一个奸夫。一个过户，男人死着也想搞人呀，不晓得分灯头老乡个来意一直不够呀，办上个黄媒体呀，那么个女的搬到舞台老乡个，哎呀，居然这个舞台老乡，我只把手指在那个分灯头老乡一面手一面这里为呀唱了呀，手勾泥头加郎君，我想13天呢，我在烘口去吃为呀快了喂，那么这个辰光没个呀，对。那么这个样子呢，你现在辰光屋里向的亲人过脱，有啥办法？那个亲人还算是我的亲人呀！2岁老乡没个啥规矩，啥人讲闲话算数？阿哥松讲，你得上风，谁插风？18堂谁神清？耍起啊，这个样子夸，你怕要让梦到。这样一来，你不我有个高之路，还有人来水过我。哟，搿句我得不懂哦。啥叫说神清不是神清之位，哪半夜有人来水过你呢？根本我今朝来了，就是讲不难听。我自家晓得身浪向自家的缺点，啥个缺点就是，谁是欢喜女人。我这个头面最上，这个毛病我改不脱。2岁浪向所有的女就侪被我亮亮出2个个。我儿子不出上个道理，看见女的我眼睛谁会得发绿，舌头是谁会得低下来，我会唱歌好了，我印象很深。跟你知道太阳落山，风景优美，哈呀前头一个飘飘然的女的，背心上对我吃子3杯个醉，眼睛里向看出来发火，我会得不由自主搿只水往着那个背心浪向打上去，风晓得你换回过头来一口，哈呀我打来不及，杀人木牙错生儿娘，不下不离一记耳光，我对问6日天。你个阿哥松讲，看了眼里，觉了心里。这样我去他，你让我单位里向搞点啥个花头进出来，我作为一个领导留下来拿处理法子啊？哪办？你记下来着，谁进单位是要好脱个，这个是一票否决个，根本哪办法呢？所以你当我想尽办法，这地解决我的个人问题，可以提高我的工作压力。那有哪种办法的呢？哎呦，真的是
黑衣扶持，坐持不定。现在喊个坐持不定，吃地挪地，一本正经，当内神经。呸！不要脸的东西！你们灭我满门，杀我全家，把我掳上梁山，还要强迫成亲，这就是你们梁山贼寇的行径。哎，娘子，这就不对了。那你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还要答应哥哥来嫁给我呢？答应，我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宋江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他只是把我当成一样礼品送给了你。那个有名堂的，再过一瓶马带醉，马个人不吃个，吃个人不马个。如果说娘狗要拿那瓶马带醉，你想自家吃，那他就不是宋公明了。哼，横也是哥哥，竖也是哥哥，你这个哥哥可真了不起呀！及时与宋江仁义之事。其实呢，他只不过是为了保住他的江湖地位，就把我一个弱女子随意的就奉送给你这样一个下流、无耻、肮脏、无能鼠辈。嗨，没得撒口啊！好，今朝随便吧，鸡肉啥个，反正那个水下包浆，我打来刚刚清爽。娘子，你要说道理，我就跟你说道理。我告诉你，我们梁山之上人才济济，配得上你的人是大有人在。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大头领晁盖哥哥是一寨之主，豹子头林冲能文能武，还有好多好多等等等等，哪个都不比我胜，都配得上你。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家哥哥到最后还要把你许配给我呢？为什么？告诉你，为地撒水之流，他就是要彻底的羞辱我一辈子。错，外国人拍的 no。你别看他们这些人本领高强，武艺超群，他们有一点不如我，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他们更不懂得温柔。我懂，我懂。我明白，我完全明白，我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我那他病弟子呀呢，把人搞到快哭得出来，为啥个回我的？你算什么东西？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哼，战场之上没有几个回合就被我捉住，你是我的手下败将。这几家说得好，说得对，我是你的手下败将。是啊，我败，你知道我败在什么地方？我是败在你的16泉下呢。告诉你，三娘，我舍不得伤害你。我个什么病就改不得，我看见漂亮的女的身浪向不立的个呀。那么我们发财主义本事别家得了3个还要分到水不里做枸杞的那些人，我告诉你，不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他就不是一个好男人。你今在那不出玻璃透出梨花来，我这当然都不吃子女了，不用在这儿花言巧语。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衷？我知道你心里的苦衷，但是娘子，我告诉你，有谁知道我的压力呀？要掉那个不啥，你为有压力了？还是我不压力啊！我当年结婚成亲离我俩要当年试看水彩水把到3公园去对一圈，人家老远一看，哟，这个女的水浪领着你视频哇！哎呀，我还是欺压你视频了哇！啊，你个阿佩啊！噶白玉谁要有钢锯要门当打后代，所以老法里向你也在晓得有个规矩的，花对花，绿对绿，铺分机对外头要追，19对对82岁，来毛对的一般对，挖特个相似不翁不对，富特动的水还追，因为你门不出，你想阿配，所以噶白玉要分等级 A、B、C。举个例子，那个 A 女总会配 B 女，或者是 C 女，这个是配的。你现在是一个 A 女啊，双人配男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外头
搞不出几个生下来的各种善语的调题，好得不得了，到底谁那个老乡呀？搿啥子的还算不够同情的。我那代从前到代以来哦，那代是古今通啊。那么 A、B、C 三个等级么？你二家和王英属于第几等呢 ？B 呢？你刚刚 B 呢不得 ，C 呢高一点点，当中往里半点子，这还？那么你写的配不上我，你为什么还要娶我？一个字，爱。外国人配的 LOVE love。这是你二家后代是吗？那爸妈硬等一天出来个讲。没办法，我只配那个才女的，我要去进水的。娘子，既然嫁给了我，我会爱护你，我会保护你一辈子。你保护我啊？关键的辰光，我要你来保护我。娘子，好啦，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会爱护你，珍惜你。只要你站在我的边上，你就是我的天。我就是你的地，我们在一起就能够顶天立地。你是我的风，我是你的雨，我俩在一起就能呼风唤雨。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那个白雪公主，我就是那个可爱的幸运的那个小矮人。啥天单单是代理一个主角，根本是三娘安代过恋爱呢，确切地讲送分代过。虽然立得做高长，三公子作别早与婚约，但是搿桩婚事一直国体。为的啥？因为作别请寿命先生得三娘报过不是，报下来是个女人不灵。做啥？因为这个草案不好，就一上亲，少见一上亲，虽是手里向一种非常凶猛的毒蛇。那他这样一个蛇蝎女子，将来不好随人的，所以搿桩婚事就一拖再拖。那么难想，一个分吃高的大姑娘背这样一个恶名，三娘心里少个滋味呀。但是经济里分裂的东方里，眼睛们的这个二男人，虽然衣衫不整、狼狈不堪，但是昂昂然坦荡荡，对自家倾吐中下，三娘的心会得有一丝触动。记得三娘，我大约是在那天去恨松岗，下天去恨王英，也恨，只有恨一个人，恨啥人？小时候的作者施耐庵，这个出来不拿女人当人的。你不相信？那段时候你去看孩子，里向漂亮的女人全不还个随人结构的啊！那潘金莲、潘千云、严三姐、淫妇不得好戏。林冲的高兴张子娘手哈着玩啊，没别致演的啊。介绍红衣后书，一个人搞为了丽水里出家的比光给两山浪向两有女将，高大山马要车，难看的也死，人当中寻到不出的。那只有一场亲后三呀，有才有貌有德有能，介绍偏偏恶是恶得来，还得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啊，你想哎呀，恶劣了！而且你去看孩子，三娘辣书后里向基本上不大开口的，为的啥？因为作者自家会的，还得讲点啥？那么哪呢？风来里上去，也不离开口子，随娘里走松岗的杀人机器吧，最后血杀周场，还是一个悲惨的下场。所以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同情三娘，我也娘里开口。这个一位书里向呢，我还尽量让这个二家和王爷呢稍微探人欢喜点，让你可爱一点点，做什么高高子不理解哟。不管那还什么，总归多多少少对于三娘讲起来还有一丝安慰。所以今朝这位书还真心的劝与不少男同胞对女同胞也好一点。特别是你所做人才晓得一句闲话，一好做八吹，恩爱的八对。人家真心的做女，所有的才是各位的男同胞、女同胞，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你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 ，no， 非那是难看的也是。为内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流氓腔。人生
江山谁在？今朝两家头11位乾隆的内容，各位诗啊，诗兵曾经得过末代新人奖，是中国的最高奖的，所以还是蛮得福了海啦子。今朝的乾隆16年4月初10，皇宫百花园里热闹非凡，因为乾隆爷义亲群臣。特别是要以前个2位辛苦得中的进士，现在皇帝居中守的上水里是一些所谓的得个王同的宠人，下水里守啊，随着这个几位辛苦的进士了呀。现在乾隆的目光一个忙过去，忙到一个人呐，就是皇帝一眼。这几次人身在二线。想了个别这次，面黄肌瘦，一副老平居的样子，眼睛发大，眉头像2把遮风的手指，下巴上还有几根稀灵光朗的胡子，再引人注目。随着这个背心浪向还能背着一只盒子，别人讲呢，才是目不暇日、恭恭敬敬的样子，味道里对于我去为不入了各级知识分子我力集群的架子。哎，这个人他蛮有气，就是皇帝对你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作为爱卿，何须甚也？李杀人呢，谁是大名鼎鼎的雷勇雷老狗？看皇帝的让门自家不慌不忙，追上几步到皇帝门前回皇上，臣乃新科2甲进士刘墉。哦，算你谁的雷勇啊？禀圣，谢皇上。你雷勇的文章我都看见过，非但文章精髓，而且个思想都非常出色。嘿嘿，想不到今朝一见个相嘛了，豆腐旁的为啥？跟我那啥人难看，这个时代配合起来，是漂亮，人不会难看的落单。但是今朝仔细一看了，这情况根本不对个着。雷勇，儿媳的一首好诗哟！哟，皇帝的时候个，谢皇上夸奖。相宜别立苍劲，勇猛勇毅，气势磅礴，别具一格。想不到今时一见爱卿的相貌嘛，亦非常人口比，竟亦是别具一格。边浪向的文武大人有惊吼的，是啊，皇上所言极是。是，别具一个，别具一个，别具一个，哇！一片讥笑之声。那么雷勇呢？这张面孔雨红周白，百里飞青。虽然讲从小听别人讲贵个鸡胸大背，但是你并不介意，做啥？这种是势利人讲的势利闲话。但是今朝不得内上人大让一国之君啊！今朝弄2句闲话不里搭搭，雷勇啊，你是皇帝啊，王氏王插女吧？皇上，您方才称赞臣的字是别具一格，臣愧不敢当。您又说臣的相貌也是别具一格。皇上，臣倒有几句打油诗来自嘲，说的就是臣的别具一格。哦，说来听听。遵旨。你做啥讲？听听什么？你还听不着来孩子话是个？虽然分什么门面杯也不能看看过。皇上，请听。北
背驼负乾坤，胸中满金轮，直眼辨中间，单腿跳龙门，一心为社稷，徒恼谢龙恩。不过留下来两句嘛，结棍子。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这两句一出口，顿日鸦雀无声。这两个绳子对外国顶了皇帝那口呀。这么乾隆那哈呢，还落得落个啦。身为皇帝，从来分把那个种钉子啊，来听听看。这内容的闲话，可以去几何多啊？讲得再有两句是不这样的字。以貌取才者，岂是义的人？分明说我皇帝是以貌取神，既不义也缺德，你得摸得撒克了海话。雷勇，你好放肆！竟该说神公以貌取神。皇上非也。皇上您并不以貌取人，正因为您皇上重才学，倾相貌，臣才得中2甲进士。若您皇上真的以貌取人，那臣今天就无缘得见圣驾。可见皇上英明，皇恩浩荡。皇帝想法那么拉得子，门里那个一球，现在一句高级毛皮，怕这个皇帝好话发出。好啊！难得今朝结棍了海话，我只不过讲是一句啊，奈何难得为京走一大车啊！那么呢，我今朝非要从哪个治理，也拿自家说自家一双龙狗，抬抬那个蛋，还出出我的心头之气。雷勇，神功分你，而放在一大。北斗伏其坤，后为北斗。后为北斗，北斗么就是斗，不要谁是斗子呀？不放进去落锅呀？哪位都不写的？哦，懂子，皇帝今朝神心也想怪在我从自家嘴巴里想得出来漏狗2个字，那么今朝来等哈。皇上，背驼就是驼背，出了3公分讲话子，嘿嘿，今朝么必杀呢？那么斗背玉是什么？请皇上恕罪，臣不知。哼，枉为二家今日，今日不知斗背二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嘿嘿，儿子，到底讲不出口的呀。那么今朝我来讲给你听。雷勇，这斗背虽是漏狗2字，这爱情不正当此而是么？哈哈哈哈哈哈！雷漏狗啊，雷漏狗！哈哈哈哈哈哈！地浪向被人幽进了浪后的是啊，刘罗锅，驼背，驼背背驼啊，刘罗锅驼背，哇！那么雷勇呐，当当当，追上几步没得皇帝门前，一如啵举下去，臣谢皇上。皇帝一眼得了呀！儿媳什么恩呐？臣谢皇上封臣为刘罗锅。我既是封在刘罗锅家，封你罗锅有什么用处？当然有用了。大清朝有规矩的，这样的皇帝金口一开，封随便啥人一个字，这个人每年可以夺得1万两银子的俸禄。你现在喊我雷罗锅5啥客气，3个字3万两，谢主隆恩。啥么子啊？这来得分享了个呀！哎呦，你别装这样说啊！哎呦，皇帝待遇的尴尬的子，雷勇，神公并非封你什么龙狗，乃是一句戏言罢了。哎呦，夫人，像话特子啊！对啊，不要的。你骂我雷龙狗几下3人那个字，要害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皇上，君无戏言呐、您所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您要是这句不算，那皇上今后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算还是不算呢？是啊，皇帝好啊，没好啊。他与我3万两银子啊，没好啊。那现在你就会轻啦，那如果再问50年，我要多把你180两的了啊，想想个肉痛。你搞不得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no，为那是来看的样子，为内上天子，今年33岁，一个流氓腔。人心江山谁在？您要是这句不算，那皇上今后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算还是不算呢？是啊，皇帝好啊，没好啊。他与我3万两银子啊，没好啊。那现在你就会轻啦，那如果再问50年，我要多把你180两的了啊，想想个肉痛。哼，雷楼沟3万两，嚯哟，皇帝气啊！你是得中公民，放了人，加官府都太理真。是人么背头负几魂，胸中满惊人。这一中计你必得清，如此官方必神能分。你的策略应用当时量，细下之意我心看云，情用必不妙当真。你为人，我为君，应当以胜利报君恩。想不到你是义女，心里锋芒浓。把君王里面修少人，在重情跟里对人人，我的怒后冲冠飞上这个乾隆皇帝真的叫恼水人脑子，这个人现在看上去发不的口头里吃了，你离我来语得嚣张，一动脑筋没语了。雷勇，神功分你，哼！而此非得中功名，举的乃是什么？回皇上，臣不求高官厚禄，不求金银财富。呸！你绑上地上来，
一记住刚开他个3万两，为什不与金银财富还要好听啊？那么而居所居的乃是什么？臣只求为皇上效力，为子民造福，为国尽忠。后为心忠。忠者内尽于心，尽心竭力报效皇恩，常以逆而忠言见君，常以忠诚信实自戒，哪怕肝脑涂地，是死而无憾。哈，讲的是最漂亮。既日虽死，那么神公明义，以死明志。说得个郎，乾隆皇帝起2个这对子，对准是一对他一日个方向判一地，雷哟，与我跳下去。这头面面孔哪是翻来翻去？雷勇啊，你是皇帝，皇帝的面孔侪是2面头的，一面光，一面没，一面的确亮，一面落得无用的。为着自家去死呀！对皇帝妈妈，你真个会是搞吧？那么皇帝真的夜里死呀，搿搭并非，只要金格的哈哈哩，让你跳下去哈2口水，那值得我清醒清醒。那么在哪里亮起来？杀杀你个骄狂之气！他现在个乾隆做工真好，面无表情。雷哟，是去吧。遵旨。君要生死，神不得不死。一步，莽真子他一日不必让追过来，脑子像风出这样追过不停。谁在他去死啊？得后不必忙得后里想着事，生的啦。我不为御用的呀，这一女相争，楼风马。山水无事，当须此小人一名房，还要一生呀后呀是太荒啊当。新家眷与傍晚，思绪纷纷飞巨浪，随后女内必生想。梦入心里生要出，他是飞身太入结君王，神主压定三兄大，那子里向你的注定。哈啦一个周身嘛，重新回到皇帝不必。回皇上，皇帝一吓得了，俺又回过来这样。
吕勇，你这是做什么？臣到太爷池旁，刚想往下跳，突然看到一个人，出来吃火腿了还哇？他弄这个人出来的介绍，哼，吃火腿。根本皇帝呀，你明知你吃火腿，你别起门子了，你白衙门个介绍，把你收在了鸡腿问个这样。而开具了哪一个？乃春秋战国时期三闾大夫屈原屈先生。啥么子？哦，看见2岁多的门一个缺牛了还呀？缺牛的老早是一个走啊，那么真正的把那个吃了夸张。那么后来怎样呢？皇上啊，他对臣说了一番话。没好，看上去你说怪士兵脸渣子，你那说句话子，他讲了些什么？给他带得起劲了还哇？也文明的办法呀。他说的凑完婚用十八针，我是否立为天心玉山，空余大志难把山，故而对着家心随不然。你是多年经啊公道，某封面文章，吕大忠心把君王，为国为民帮送人当，怎能轻身养我养他是大？哎，我弄不懂，到底李刚还是内刚的家？才是李刚的呀！我听见人家内刚了还我。真的呀！你是谁此因为否大理？我是这位女昏王，你是风声一名的哈日官，所以轻身不应当为一累一君举把马名人呀，欲斗杀非呀睿智，内儿当日讲你是叔叔为对木板王把的江山非山。臣听了屈先生一番话，臣觉得他确实说的有道理。遇上了一个明君，臣为何要去死呢？所以臣今天又回来了。皇帝听得个人家确实内心个服帖，这个吕永荣对一日都脑子就是个聪明。来听听看，这个人本事真大啊！几位说一位唱，为着自家带琵琶，我家带着这个花，嘿嘿。这个人真了不起，看上去了，我风里儿家真是带着委屈之理个子。好吕永，想你机智够人，谁此生空封你为替人国大药师。谢皇上。替人国还在那别手着，我来再手还在6个字6万两，罚9万两。那龙子9万两，谁的雷楼个为3万两？我得记得了，那还谢主隆恩，豆皮结束，倾听我答。你搞不了这样一个男人呀！娘子，no，谁那是？难看的要死！为内上天去，今年33岁，一个流氓腔。人心江山谁在？
1900年，中国人叫搿一年是庚子年，但是搿一个年却是中国人的大灾之年。刀枪不入个年下头，被了外国人杀得叫尸横遍地，八国联军当攻进北京。事先，搿个一位七上岗门里大个老太，你还有今朝这样一日，堵了个马车里向，慌慌手是丧家之犬。马车半边跟下的是大太监李丽英，今朝个李丽英就是觉得来大好手到。经过讲，大家身上现在旧装改扮，装成个老百姓的样子。经过还有百家的侍卫将军，经过眼睛门前谁是西直门了？只要出西直门，但是外地人谁安全得多了？但是你看呢，偏偏城门口一群洋兵部队。手里侪是个洋枪，枪口上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杀气腾腾。哎呦，今朝这个一回不知阿哥得得了我。哎呦，我先叫我好的，虽然听不懂，口里虽是晓得过。眼睛8岁一回，嘎嘎，马车停。李丽英跑到个是队，一步一步打过来，追到回头尾随一个英国小队长门前。我手里少个来句谁家？心手无气。哎呦，好得来拉把2五子，啥头面面孔3代少分你4代不出血。哎，杨大爷您好。我有。咱们是京城逃难的百姓，求您高抬贵手，就放咱们过去。外国人看不懂，这个是男人嘛，不像男人；女人嘛，不像女人，什么一个东西？我有。什么？昂山毛快训。也是可以这听不懂啊，就是觉得嘞，外国的老头啊出来的。哎，你代表是急中生智，不理想到在，我有我懂过，我会得讲一句。已经跟来西讨厌，最近外国事情，我会得讲一句，拿出来试试看，否则还怕用的。杨大爷，您的话我一句不懂，我也会说一句洋文。我有。您别催，我想想啊，什么来着？哦，想起来了，拜拜。一看嘛，这个阴阳人去后，脑里有病。拜拜。您高抬贵手放咱们过去，咱们就拜拜吧，您嘞。要是高抬贵手，外国人真的给这手把举起来。OK， 拜拜。哎呦，唱一记耳光来了啦！牛的对16个球子一杆跟斗跌出来远。那个小队长老早就注意到这一部车子不对，来一个顶。自将爱手出身，尤其这个一匹马是不得了人气。不像么说，今朝老让改到上风水规则，就捉拿2个人，一个是光绪皇帝，唯一一个据说这个老太叫慈禧，非要让你眼皮的我乱过去叫。那么让水啪一挥，是几个人哇上面一个包围，小队长过来，就知道个最牛头浪向。落个门里打牢，哐一叫，这个一下子真的叫魂飞魄散，当当西太，本来是加一点3个月李要动，今朝是完全不对着。还有那个一步步的刺刀明晃晃，随了不对劲，了晃了晃，晃了晃，怕得来这样出来这个，昨日吓得了浑身湿湿的嘛，就得了像小河米的个一张，一看嘛，果然是个老太。但是这张面孔来看不清爽，稍微面孔上向一块黑纱，露出2张眼睛。但是眼神是看得清爽，是有惊慌之色。阿伟的就是这个老太。有。是单家子。看你后。东莞，还要来起来出去。我还出去的，你都睡得一枪的哟，洋枪一响，洋娘包养，我不出去。看到，看到，
今朝下不出去。听不来他是龙帮为是啥？我们现在上别去管理，今朝那是龙帮，那是张岗，根本上客气。谁怕重新一招，手有枪欢喜不举起来，啥个意思？手到三，假使内维护无来手无，根本上客气，帮流枪当上。One, two. No,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这么小点子送来份听见石岗廊下有石岗掉了一条声音，啥人叫？啥人？谁是风华时代名声见证的赛金花？赛金花受罪人，作孽，沦落苍门。但是这个妓女是不得了的，里个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曾经嫁给了守罪末代上牛洪君洪文清，身为公司夫人，出使西洋，在外国3年呀。我国暗地里后来才去过的，因为你年纪轻，也是漂亮，外加聪明，所以能够简单的讲几国语言。当然了，让欧洲社会浪向是杀得出风头的。但是现在来不来，为州来过后，洪文清被了奸人所害，一场官司没头顶的，为单位里500多个人家头死。来要一时可是不少客气，洪家里马上努力设地出门。赛金花没办法，送10封人送草去年，但是到底身高不同着。到底是上有冲刺公司夫人，一路低配到过上海、天津，现在了不仅挂出牌子赛金花赛二爷，那可了不得呀！但是今朝哈拉蛋呢，赛金花带着杯子里几个姑娘带给他西直门一看，哎呀，养兵不水，不敢过去。但是眼睛们里个我曾经看得清爽，你是句好聪明的人的嘞。从马车的后根本随从的神态，他给讲闲话的点喉咙已经吹了。哎呀，车子里向阿位的全是西太的是光线的，人都追着国内党对炮皮某人百姓一嘴两字，你都为了杀他杀皇帝啊！哎呀，现在可不灵了，外国人不客气也可以这样子问。真正他与本都大杀，皇帝本都做得起，乃是你这个国家维大姐，何山我来？但个公啊，为得讲2句英文的呀，所以把干喉咙哇啦一声 ，No,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发得了一口嘛，一位东方美女啊，东方菲纳斯，虽然今朝身浪向行头是一般，但是各种漂亮，各种气质。各种奇葩事，我有个小队长看得那面孔上2块肉当配上去，自家不认得自家的噻。You can speak English? Yes, only a littl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问我叫啥名字？我讲赛金花，你也不晓得。侬从这名字打声一下。My name is Fu Caiyun. Miss Fu. Yes. You are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 你非常非常的美丽，是配的是秘密。你都在电视外国人是在哪里都喊改个是礼嘛，所以赛金花落落大方。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卡扎菲。你个好人啊，那弄出个卡扎菲出来着？哦，那名气响得快了啦。是也。看你这头胖，忙着马车里向说进去，没理是啥人。我讲出来是西塔语，可是会得脸了，还是一声吧。She is my grandmother. 她是我的奶奶。哦，原来是你的老外婆。OK。Thank you。放了。那么2高的距离够了老讲讲，搿李玲一改跟爹爹的去魂不收呀。爬起来么你也听不懂，但是讲两头讲得出个呀。搿是外国人看见个女人只头面面孔，3得8个来嘴呢。我不爱着，喂，喊啥？
我来搞把劲，身半边莫找9点半出来，9点半里向啥么子，邋遢子要黄个金子，这个么子外国人还懂的哟。眼睛对了对说过来，杨大爷，哎呦，杨大爷，这个您买杯茶喝啊，您笑那儿，来，哎，好东西。打这过来一口么金子，够的，好么子？放咱们走吧。你是冬瓜，狗让我们走。狗走就走，干嘛骂我狗？狗什么狗？狗！是我是狗，我是狗还不成吗？操那个美的呀！我这种金子外母我给了哟，傻气的，8岁一回走，嘎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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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子最接近没几个路，司机头已经快出定，马上弄个小姑娘当我害得了，我有妖精来我要门里。3斤火天上了的，喊我过去，哎呦，别说的，车子里向背着司机。这里唔少多数的个，夫妻俩上分道扬镳，所以大家来么，搞几个日子打不认得。老太太，您叫我吗？大，一步努力找了，来，坐到我身边了。身不由自主，不里头上磨出我们身体受定。啊，老太太，虽说出了城门，可是到处都有洋兵把守，不宜久留，还是很不安全的。咱们还是快点走吧。走当然要走啊，只是你得跟我走啊！哎呀，10岁人家这狗米粉么杀才杀不脱个子，我跟你追呀！哦，唔少多数的。这个两套不喜怒扶上还是为的。老太太，只怕咱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吧？有缘相见就是同路，今天你救了我，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您呢。老太太不用客气，其实呢，我只不过会几句洋文，一点皮毛而已。姑娘，今朝女婿风来归。生死报禀，姑娘啊，马路桥相逢，心有非一般，后不结不动人最归谁？米教养义将心明，哪个可以去上的嘞？够了，他们人生吃得得，我努力没办法呀。有缘相见就同路，你说呢？老太太，不方便。因为您呐，一大家子的人，我也带了不少的家眷，要是同路，只怕反而要拖累了老太太，所以我看还是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吧。这个聪明面孔本头上，各种把上你看不出，根本没办法看上去今朝只能量一量身份，那谁会得跟我追噻？你知道哀家是谁吗？是。你不是龙谁？真面目，再见哀家。
晓得耍不人命啊！就是小姑娘这皮肤带的不错，红狗相敌，我不归谁？今朝相聚为内去，我要把儿的终身相逢会，哪怕饥渴也要上去人。啥天来要卡老子唱，对面个外国人夜郎过来这样，没办法，只能卡老子唱呀。用中要走正门楣，看着你在退后跟着来句谁，只怕你要低配乱里内勾下第一组啊，席位上唱扎点真正第一组。哎，张吉林先生是第位规则，席位是我告知你张调你只能是女是落，你马队上向你不能唱。啥体嘛？因为你一唱，王家明的毛心里你都是没饭吃的。那么我说先生你总归让我歇歇，一个新火锅小姐当你背到桌上门来可以出来歇歇。跟着哀家有你的福享啊。那么我跟来他把那个身份亮出来，我外观受了你不必啦，我还得你太平气平着哇，好得了眼睛跳舞没错，我双膝跪下。原来是太后老佛爷，奴婢有眼无珠，不识老佛爷天眼，还望恕罪。还是身份一亮，马上两样。不过不够，哎呦，还我也得罪是嘛？不过，逃难之时，我与家中父母失散了。当时说好的，一旦走散，在城外的五里亭相见。若是今儿个追随了老佛爷，就撇下爹娘不管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还望老佛爷您就成全了奴婢的一片孝心吧。仔细听什么的？啊，这个两道身份来回不跟走呀？是不是这个老唐都非晓得耍个脾气啊？这个面孔十倍就白，面孔往身边上向砰拔过来，两个侍卫搿种贼灵子啊，手筒里向啪匕首拔出来。过来了，塞进我头颈上，想拉一个啊！这不会这样了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既然知道哀家的身份，还不肯跟我走，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哎呀！受不了他费力负心去。人随他饮，生死难预定，说不姻缘命杀身，顷刻之间我要必有。
心悲。是死是活，还在你自己的手上呢。口口哀句，夫妻是此事不必再谋真。农夫必是那红粉尘，来与归天，风雨离开被迫飘零大精神，谁见华府内知风声。我所欲心也害你的命，何必发在举你身？我后口与娘一来却点只为当你心继续，那一梦又惊奇梦，是你推发他出门，定这一的恩，我记在心，为把大你大恩心去你为你离别。老佛爷，您就饶了奴婢吧。你是赛金花？是。赛金花，是你？求老佛爷开恩呐！你不是武进，我是百变女郎。哇塞，我是你的粉丝。差不多再下去吧。嗨，观众朋友，偶因形式，不定作品最上带精彩全部播放结束者，下条哪个收看？